下來繼續在地人在地情，來看台中市圖書館甲德國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聯手來舉辦着環遊世界70張的地圖的展覽會。透過這個地圖，會當看到橫跨300年的故事，為兒童的文學看世界。台中市立圖書館和德國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合作，在禮拜度舉辦環遊世界70張地圖展覽，收藏了當時18世紀真實世界的地圖。所以從這個展覽裡頭，我們不只可以閱讀文學，我們還可以認識世界。針對展覽的規劃、畫圖推廣等交換經驗，這邊展現雙方合作成果，帶來經典文學地圖，和過3個世紀的創作和世界行遍了到台中。裡面呢，就是有300年的兒童文學非常重要的圖畫書，來跟大家一起見面。希望大家可以透過真實的工具地圖，來到了文學的想象的過程。台中市立圖書館表示，展覽以真實世界、過渡世界和幻想世界3大主題來展覽，帶領民眾同齊來畫圖文學，了解300年的兒童文學經典地圖故事。